系无唔错，时代的进步了吼。细阿妹无听错，一定会细头细尾啊！你啊食东西啊，行到行会好就当简单啊。迄讲大家要做得像阿强样，自家学得自家来做料理。那一摊呢，你两只主角讲你当多嘅美食，大家有发现无啊？向下来复习下，向下来学习下。哪道美食你平常时有食到咧？第一只菜包，猪笼板，翻译就是菜包。现做的用只叫爱当好食菜包，爱当好食菜包。你们做的讲爱当好食猪笼板，爱当好食猪笼板。来睇下南西燕用排形讲，爱贵好食菜包，爱贵好食菜包，爱贵好食猪笼板，爱贵好食猪笼板。呀，意思就是我很喜欢吃菜包。除了菜包以外，没有米奇木。翻译就是米苔木。你做嚟讲，当初食米奇木好冇？当初食米奇木好冇？中午吃米苔木好吗？还有半条，来睇下南西燕用白形讲咯。面趴板，呀，意思啊，就是半条。你做得安尼讲，爱卡想食半条，来睇下南西燕嘅讲法。爱够想食面趴板，呀，意思就是我比较想吃板条。